喺好耐好耐以前嘅荒原，一隻瘦到見骨嘅古代狐狸喺條籬笆出面同命運搏鬥。眼前個提子園正到好似發光咁，佢個身體啱啱夠瘦可以捐過籬笆。佢一次又一次跳起，連樹皮都抓爛埋，卻始終差咁幾寸先點唔到腰二啲提子。當夕陽拉長佢條寂寞嘅身影，佢停低腳步，回頭望過一眼，眼神寫滿咗唔甘心同埋苦澀。時光飛逝，鏡頭嚟到現代，呢位係我哋嘅主角，匿喺垃圾堆揾過其食物嘅肥狐狸。兩隻連條翼都就嚟拍唔起嘅肥蚊，咁啱路過，爆咗秘密花園嘅座標出嚟。肥狐狸對耳仔即刻豎起，沉睡咗好耐嘅野心又再駐返。佢拖住百幾斤肉，趕到去籬笆面前。條罅仔嗰邊係擺滿晒提子嘅極樂世界，但係佢咁肥，佢知道捐唔到於耳入去。佢突然開竅，原來唯有最極致嘅減肥，先可以穿過呢條命運嘅窄罅。7日7夜，佢絕食靜坐，直到變返皮包骨。狐狸捐入去籬笆同肥蚊喺花園入面放肆狂食，成塊面都係紫色提子汁，個身好似吹氣球咁，眨下眼又變返隻肥狐。忽然間行雷閃電，狂風暴雨，成個花園水浸。肥狐狸佢想游向出口，一個浪陷埋嚟，佢即刻暈咗，好似一條浮屍咁。命運又一次無情咁作弄佢。昏迷緊嘅肥狐狸隱約聽到要以一個老人家講嘢，你好似我以前識嘅一隻狐狸。喺以前，古代嗰隻狐狸本來想走，但心有不甘，佢一條心昂然回頭撞向葡萄樹，狂立狂食，每一口都化為力量。佢為咗縮細個身體捐返出去，佢開始坐禪，將體內啲脂肪練成密度極高嘅肌肉，苦修7日7夜，穩如磐石，一喐都唔喐。樹苗問點解？你要捱住我都入嚟，又要捱住我出返去，到頭嚟你乜都冇。佢留低咗一句強者哲學：提子確實係世上最正嘅，但我必須喺心入面調誤佢係酸嘅。如果唔係咁，我會一世被呢種甜味囚禁。食過嘆過，但懂得克制咁轉身離開，人生咁樣就已經足夠。佢喺新樹苗附近埋低咗個神秘盒子，好瀟灑咁側一側身穿過籬笆。畫面返嚟現代，狐狸喺老樹下發咗瘋咁掘，搏命掘下停咗，兩隻眼爆發出金光。佢挖出咗一個塵封咗好耐嘅精鐵月餅盒，一打開盒蓋，神聖嘅白光閃到盲。狐狸修煉秘笈，終於重見天日。1個月之後，企喺度嘅係一隻成身雙爆肌、氣場嚇死人嘅大師級狐狸。佢行向籬笆，打算轉過條罅，卻發現自己依家嘅強大已經完全不需要去遷就任何規矩，輕蔑咁冷笑一聲，條籬笆被正面轟爆，碎片飛到周圍係。佢好型咁邁步走出破洞。高空璀璨煙花嘅背後，係戰火同橫行霸道嘅怪獸。大師狐狸住上斗篷，戴翻個面具。喺呢1秒開始，佢有一個新朵叫狐狸俠。一個全新嘅時代已經掀開序幕。